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布嘅2025年年報咧，香港係全球最具競爭力嘅經濟體之一。香港排第3，喺基礎建設呢一個環節嘅競爭力入邊咧，去到全球嘅第7位。大家見到我哋面前展示嘅全港第一個立體基建嘅地圖，係會巡迴喺各區演出。我哋亦都會繼續努力，希望香港咧打造成為國際基建中心。我哋嘅將軍澳跨灣大橋，單講一條嘅大橋就已經涵蓋晒我哋 STEAM 嘅元素啦。所以我哋好希望透過今次嘅活動咧，用基建講好香港嘅故事，亦都用基建分享 STEAM 嘅知識。好高興今日喺呢度咧，同專業界別、我哋教育界別，仲有好多我哋精靈嘅小朋友一齊 chit chat 一下。咁 STEAM 嘅學習本身都係一個跨學科嘅學習嚟嘅，因為建造業都係一個跨專業嘅，亦都幫到咧學校裏邊嘅生涯規劃嘅教育。喺我哋嘅學習裏邊，喺我哋嘅 STEAM 裏邊嘅知識點樣可以應用到落去呢？希望呢度呢，我哋讓同學呢有一個系統性嘅思考嘅一個培訓。基建地圖連接香港咧唔同嘅地區，將會去到各區咧同市民啊、學校啊介紹香港嘅基建嘅。我哋都設計咗呢啲唔同嘅立體圖形去做呢個橋墩，令到佢嗰個受力嘅效果係做得最好嘅。咁呢個呢，就係我哋建造業會嘅未來建造中心。咁我哋有唔同嘅區嘅，有數碼分身，有安全智慧系統，有人工智能，同埋我哋呢個沉浸式實景，亦都有機械人專區。我哋討論北部都會區咧，當然我哋會講土地規劃有啲乜嘢嘅土地嘅用途啦。但同時咧，其實我哋亦都有一啲環保啦同埋保育嘅措施嘅。咁我哋發現咧，呢一啲嘅措施咧，同小學而家科學科裏邊一啲生物鏈嘅知識點咧，其實都係可以關聯到同埋應用到嘅。覺得咧可以係將我哋元朗南啦，甚至乎成個北都嘅發展咧係再加速，做到提速、提效、提質。係學生真係可以參與啲活動，有啲實作嘅，咁佢真係可以 learning by doing。建設方面咧係點樣去應用咯？咁我覺得對學生係好有一個真實感嘅嚇。咁我望過啲老師教材同埋學生嘅教材，幾容易上手嘅。第一次玩 VR， 我覺得好玩係因為佢好真實，好似自己都去咗咁。香港基建當然係世界第一啦，所以香港建築界咧支持啊，永遠第一。